台湾每一年发生的地动4万外解，拢会当讲是地动之岛咯。啊，讲花莲的美仑断层是台湾上界活跳的断层，学者更加预测未来50年内，这个断层发生6.6大地动的几率高达8成8。为着要来掌握到美仑断层驱动变动的状况，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学研究所甲全台湾的专家甲工程团队合作，启动一套断层钻井仔的研究计划，甲光纤嵌入去地下700米深更过断层，直接来做监测。这是全世界的头一例结合着光纤观测技术看断层的地动的研究。目的是为了要事先提出警告，抢救更较侪人命。华视新闻团队嘛来记录着研究人员无暝无日的施工的过程，做伙来看。地震是台湾本身的宿命，每次地震都给我们更多的经验，对下一次的地震有更多的准备。身为一个地震的从业人员，忠实的记录在世界上发生的地震，这是我们所最振奋的事情。2018年2月7日半暝11点50分，花莲发生规模6.2的地动，熊熊地动甲真侪人的美梦拍破。请问里面有人吗？有的话麻烦请敲3下。熊熊发生大地动，重创花莲，造成17个人死亡，282个人受伤。地震人无研救人的时，发生地面卡合，包括毁损严重的七星潭大桥、放弃的国姓6家2栋大楼、云门水堤大楼、通水大饭店，差不多拢伫同一条线。这个意外发现，才互店前买70年的美仑断层，搁一摆受到外界关心。美仑断层大约每隔70年左右。可能就会有一个蛮大的地震事件，它实在是太活跃了。我想我们还是不能掉以轻心。好 ，OK， 好，中志，你卷扬机的线再往后哈，再过来一点。好，同一个方向哈。对。好。哎，翻了。一群台湾科学家来到离花莲七星潭较无500公尺一个无明显的亚基拿，准备掀开台地地下美仑断层的秘密。这几支就是我们今天要下放到 A 井里面的地震仪。那我们今天要下5组地震仪。我们现在地震仪从台北运到花莲吼，那待会就要下去了。那在下去之前，我们先在地表做一下最后的确认，确保这仪器这运送过程中没有受到伤害。可以看到现在有车辆经过的时候，仪器就反应很剧烈的震动。那透过他们的振幅的比对，我们知道说这仪器目前是正常的。这个理论上已经到400多了，跟你刚刚讲的可能是后拉开再放线的关系。对，还没有。300。详细看地动信号，伊是中建院地科所研究员，共合作透视地动的科学家马国峰，专注地动研究超过30年，这摆决定要找到大地动进前可能会有的线索。美仑断层本身大概是67年就会动一次，那它可能是。或许是世界上动得最快的一个断层之一。那这个位置如果可以摆一个观测一直到断层带，那就可以很了解地震可能所有的来龙去脉。好 ，OK 好，来1、2、3。好。好，稍微拉一下哦。好，可以。等一下哦。我这边 hold 住了。等一下，我现在可能要再往上一点，因为后面的线哦。 2020年6月，到伫花莲大地震了后，
中建议启动美达斯美伦长站科学冷探研究，通过长站开山深井，井 A、井 C 分别伫长站上盘，井 B 伫汽车潭边啊，伫长站下盘，深度分别是700、500和540公尺。5台控纸、控水、控压总计买1,000万的低档仪，分别到伫地下无共深度，无要放过任何的低档信号。有没有 OK 吗？好，来了。好，1、2、3，走。1、2、3。我们就是要每个缆绳在相对应对的位置，对，这样如果没有握好往下掉的话，那它的位置就不对了。要一直撑着这个动作，手久了手会酸，会累吗？我觉得还好，但是会有一种被拉住的感觉。173呢，哈，这边是221。那地震仪它扮演的角色是一个calibration， 就是一个检验的角色。那我觉得这个实验有一个很大的目的，在于了解我们将来能不能完全的相信光纤观测的资料。学者讲的光纤资料是美达斯冷探计划领先全球的做法，嘛是这项研究的关键技术。外传是金属的光纤网络深入去地下700公尺，和传统地动仪无同，敢会当以点记录地动波动。光纤是贯穿大地，全面掌握断层变化。光纤下到断层带，可以把整个断层的解析度达到公尺级的解析度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很多我们原本空间解析度不足状态下所得到的一些所谓的理论啊、观测的一些结果啊，或许都可以被改写。我们事实上在跟地震比赛，不是说我们今天做了，明天就会好。这个事实上是要一直做下去，只是你越早做，下次地震来的时候，你的灾害会更少。对研究人员来到花莲七星潭公园土卡马稳重献技。我们现在在七星潭公园啊，这个地方其实游客非常的多哦，但是大家游客其实都不知道，我们在这里其实也有买光纤哦。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在这里有一个比较深色的部分，一直往后面有一个浅浅的一个线形哦。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光纤埋设的一个位置哦。美伦长站一路经过花莲市区王八坪延伸，对七星潭出海。美达斯团队唔但伫长站东西两边放地大光纤，嘛因七星潭水平铺设备2公里500公尺的光纤，3条线路接起来，把规个长站包起来。科学界的卡数共款是全球首例。这个是世界上目前唯一3维的光纤的讯号。想要解决世界上了解地震是如何开始的这个问题，重要的一个观测点。透过地动观测站进行研究，伫台湾唔是首例。旧日地动了后，2004年马国峰和来自美国、日本和德国的学者进行基隆堡长站深井钻探计划，成功观测到基隆堡长站刷震动的角度。这项世界唯一的做法，可以透过上精的数据建立地动破例模型，嘛有伫地动牺牲的每一条人命拢真有意义。以台湾将近100年的观测记录来看，大概每30年就会发生一个规模7的地震，所以人的寿命来讲，大概一生可能会有2次机会碰到大规模的地震。每次地震都给我们更多的经验跟数据，希望可以对下一次的地震有更多的准备。不过，是安怎美伦长站受到学者这么高规格的待遇？原因是1951年花莲爆发生规模7.3的地动，2018年又发生规模6.2的地动。过去70年，长站活动的范围拢差不多。过来到现场，地动留落来分者幽怨真惊人。我们现在就在那个花莲的那个48高地嘛。那事实上呢，这边有一个还蛮明显的一个像山坡的东西。对，那它其实就是这个米伦断层的断层线。其实等于说我们现在就踩在断层上面。差不多就是这样。对，没错。
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，事实上就是2018年米伦断层错动的地方。好，那刚刚发生地震的时候，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它长得大概是像这个样子。那就是因为地震的关系，它造成的这个水平向的位移，哈，以至于你看现在上面这一段和下面这段，事实上有错动相当明显的一个状况。2018年花莲发生了206大地震，当时完工不到5年的七星潭大桥严重毁损，变成了围桥。如今重回现场，还可以看到桥墩及桥面下都还有结构补强的痕迹。它是修复到达到原来整个桥墩柱原有损坏，恢复它原来的设计功能这样的一个状况。以单一这样修复的话，基本上它对整座桥的这个耐震提升部分，以整座来讲是不会达到整座的这样的效应。是。经历几啊摆大地震，即马七星潭附近拢是民宿。专业土木技术提醒，风当作是建筑物的杀手。透过地震波所引起的长周期震动，要搁较细腻。如果说它的时间上面如果它一直继续累加的晃动去累加的时候，那个摆幅是非常非常大，就像你在折筷子一样。你折筷子，如果说你这样子是这样反复折，是摆动很小的时候，这个筷子是会恢复的。可是如果你的这个筷子，如果你折动的幅度很大的时候，就是我们摇摆的这个幅度大的时候呢，这个可能筷子就被折断。用钢钿拉过断层进行地震研究，在全世界犹原是全新领域。安怎解套钢钿传回来信号？地震学家尽全力解开科学谜题。我们现在位在就是我们在花莲七星潭附近的一个光纤地震站。那里面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设施？里面会有我们这次计划最主要的那个光纤的地震仪。地上这一台就是我们的 IDAS， 就是我们光纤的地震仪记录器。那可以看到右边有一条黄色，那就是我们光纤。那其实这台仪器它造价要600多万台币。它比较特别是因为它可以接上一段光纤，然后把光纤每个节点上的震动的讯号记录下来。那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比如说斜率比较低的斜线跟比较陡的斜线，这代表是不同的震源。比如说今天可能有一个工厂在那边一直敲击，或者是有一台车经过，它就会可能会产生这种讯号。钢钿亲像替断层连接神经进行断层扫描，幕后杀手以马国宏教授的得意门生，中央大学地科系助理教授林彦武。其实井下地震仪就是我研究背景。那在念博士班的时候，我就是跟马国凤老师在分析TCDP 井下地震仪的资料。12年前，林彦武对老师在基隆堡断层进行井下地震仪研究。12年了后，伊对先摆脚步投入台湾地震研究。基本上研究就是这样，站在巨人的肩膀上，我们尽量尽自己的可能去贡献也好，发表也好，让后人可以踩在我们的肩膀上走得越远，看得越远。地震要经过几啊十年，甚至几啊百年的研究，才会当掌握断层特质，找出地震周期。学者总是希望在地震发生之前先预警，不过想要预知地震，要透过寡侪方法，共时间监测。底下先铺一点沙，到时候地震仪它调那个角度会比较好调。这是一个宽频地震仪，它可以监测比较微小的地动的讯号，就像那个在很远的地方，像美国那边发生的地震，我们这边都可以收得到它的长波的讯号，就是靠这种宽频地震仪就可以看到。编号正式的地震观测者透过水器观测，在地震进前提供关键信息。专长是流体地球化学。中建院地科所做研究员鲍庆洲将安尼的观测方法，应用做替断层做血液检查，透过化学反应看到地下真有的变化。断层的运震过程之中，其实流体一直都扮演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了。我们希望去了解这些流体在地震发生之前，这些流体的这些化学或者物理性质来看的变化，是否能够看到一些踪迹。这里是东华大学美伦校区的门口，在里面甚至校园内部都有出现这样子道路毁损甚至于龟裂的情况哦。现在补起来的样子，包括这个拱起来的样子，都是当初断层带的某一部分。
那我们断层带一挤压的时候，你事实上会产生我们在教科书上常讲的雁形构造，就是你个力这样子切过去之后，一个雁形构造，一排一排的排列。那我们现在光线在摆设的时候，我们就有一段光线是穿过这个裂痕，那有一段光线是没有穿过这个裂痕，那我们就可以比较这个讯号的差异是多少。Midas 研究团队2022年伫北河地东中创的东华大学美伦校区展开几哪项实验。所以这个实验课，让我们看一下，说我是悬在一半的，或者是贴着墙壁走的，它讯号有什么不同？因为我们在做地震研究的时候，各种不同讯号的原因，我们要看得很清楚，才可以把地震的真正讯号抓出来。利用电信业者的光纤打造全台湾地动观测网，由原是研究人员咧拍拼的方向。不过，伫1996年，中研院就打造台湾宽频地动观测网，即马全台36个测站会当清楚掌握全球地动信号。每一条坡形呢，就是某一个测站它的垂直向的方向，把资料传回来。如果说今天都很安静的这个背景的环境下，你能够看到的就是海浪的这个震动，因为海浪的能量是地球上唯一就是在减少人为干扰的情况下，你唯一看得到最明显的讯号。身为一个地震的从业人员，然后我们亲手安装的仪器，能够忠实的记录在世界上发生的各种事件啊，不管是地震啊，还是火山爆发，这是我们所最振奋的事情。人类的文明或是历史，就是不断的跟灾害共存。在地震预测成功之前，我们要做的事情是减灾，这才是我们现在目前需要前进的目标。台湾是地动之岛，安怎和地动共存，是大世代拢爱面对的课题。科学家拢真毋忘研究深核，会当增加全民防灾意识。对后一摆大地动来进前，会当做好准备，袂阁有人命牺牲。